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几个话题呢，到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完毕，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那么最后的查漏补缺，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可能会更新的内容。不知道和明先生哪些内容啊，想要在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和这个推广。昨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比较好的文章啊，比较专业啊，也比较可信，就是说中国富豪海外发财的好日子到头了。标题是有一点吓人，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在华尔街论坛讲的，中国会学习美国，会对居民会对公司实体海外所得要报税啊。纳入到中国财富的这个监管之中，不是说你不能到海外投资，而是说呢，你应该被政府监管。这30年以前，美国就这么干了，把全世界的银行都当成那种分行，如果你不举报，那对不起，我就会收拾你，这些银行就被制裁。所以这些银行就开玩笑说，是成为了美国的分行。那现在中国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也可以要求别的国家呀。你也在跟我提供，对吧？中国人的财务资讯呐，对不对？其他的国家我相信未来也会这样做。所以商人是可以发财的，只是说发财需要合法，需要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华尔街日报没有把这篇文章又变成一个什么中国又没钱了啦，中国又是劫富了那么一个简单的叙事，那种讯息没有。恰恰引出的专家说，这是中国这个补的一个漏洞。好，那么节目最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中国科技的喜报。中国科技的喜报，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各个公司商量好了。那么根据Information 的一篇最新报道这个中国的光刻机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中国的光刻机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这个新的突破是什么呢？就是上海有一家国资背景的企业呢，他们的DUV 光刻机深紫外光刻机，就不是最强的那一档的光刻机，进入了批量生产，国产化率极大提升，可能年产量会达到一个此前没有来到的高度。很可能今年能够生产5台，那么在明年呢会生产20台，那么这也是标志着中国本土芯片产业的进步。那么这是来自于叫做上海宇亮生科技的 DUV 光刻机。上海宇亮生是什么公司呢？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公司，这是一个在2022年成立的公司。这个公司来自于新凯莱和中国创科微技术这2个公司合手成立的上海宇亮生科技。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叫 UEA， 那大家记好，这个公司可能值得关注这是一个光刻设备制造商，上海宇亮生科技公司，带有国资背景。那么这一篇文章披露的就是上海宇亮生科技的这个深紫外光刻机的生产进入了初步批量量产阶段但是呢仍然是小规模生产以后很可能会交付给像长兴华虹中芯国际这些中国的国内厂商。据说是大批的零部件根据这篇报道是大批的零部件实现了国产化。通过多重曝光技术，这样的一款光刻机在理论上可以达到什么7纳米5纳米这样的一个制程，进入这样的一个制程，大规模量产呢，可能在明年就会实现了那么受这样的一篇报道的影响今天像阿斯麦以及这个阿斯麦的相关的供应链的股价出现了一个跌幅，这是我们节目最后我跟大家做的一点点的补充。这个仿佛是今天呢大家都商量好了一起要更新相关的这个报道要更新这个相关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有很多人又除了长兴之外还有很多人在关注的公司，那包括什么长江存储这是中国的存储双雄一个是长江
存储，一个是长兴存储、长兴科技。那么在上周我们也有一个节目专门跟大家说了，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双雄啊开始有底气了啊，有底气可以叫板华为了。那么在上周啊，在彭博社不对，在路透社有一篇文章呢，就是跟大家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在工厂里啊，华为的工程师被长兴、长江这些公司的内部管理者啊给赶出去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中国存储芯片产业正在上演的一场权力反转啊！长兴科技多次敢向华为涨价。那华为呢，可以说是中国科技行业里呢最硬气啊、最有定价权的一家公司了。那么长兴科技是敢于面对华为要求降低价格的压力之下呢，不低头啊，拒绝让步。那么在今年呢，长兴还与华为关系密切的新海来工程师被突然要求离开长兴合肥核心研发区，就不让他再进去了啊。这两家公司呢，很可能围绕着定价权，围绕着这个相关采购的价格呢，有很多的这个争议，我们知道华为呢是这个一哥啊，华为说一不二这样的一家公司，这个坊间也好，社交网络上也好，充斥着大量的这个怒斥华为，这个或者是说认为华为呢过于的霸道的相关的这个各种传闻呢，或是经验呢，或是一些亲身的经历，但是华为也碰到刺头了啊！华为碰到的就是现在长兴科技。那长兴科技，反正你们恶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最终应该是消费者得益啊！那么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窗口啊，因为在很长时间，华为这家公司呢，都是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中，几乎是说一不二的一家公司。没想到长兴科技竟然敢对华为说不。确实是有了底气从这个方面来说你买一点长兴的股票我觉得是合理的而且是这个有一定支撑力的那敢向华为叫板的呢，应该都不是普通公司，那么我们的这个链接视频的链接也发在了聊天区感谢大家希望各位去这个看一看看看我们是怎么解读这样一篇来自路透社披露的中国科技中的新贵敢向华为叫板的故事。那今天的内容就来到这里，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各位的这个点赞感谢各位的打赏，感谢艺人打赏感谢艺人和明哲的打赏感谢各位的这个关注，李刚也可以叫李刚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来到这里今天的直播就来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那今天依然有很多重磅的内容我们想跟大家做一个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梁文峰他的这个投资者4小时内部交流会的内容外泄让梁文峰大为光火。据说因为这个事情，梁文峰叫停了 DeepSeek 的第2轮融资。我们知道这个你开这种投资者内部会议是叫双向信任我作为投资者我信任你，我作为一个被投资方我也得信任你。但是这个很显然这一场投资会有人辜负了 DeepSeek 的信任，把这段内容给录出来了。按理说呢，这些内容是不能公开的这个梁文峰我不知道是真的是有一点小白了，还是说真的是过于天真了这个开会之前没有禁掉所有的电子设备没有这个没有过安检以后可能这样的会议真的只能在澡堂里开了澡堂里或者是这个洗浴中心里开，大家都别穿衣服了，这样可能安全一点这个也不可能泄密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周末的时候呢 DeepSeek 叫停第2轮融资
以及这个梁文峰可能是大为光火的一个对于泄密事件的一个大为光火。我们跟大家也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好，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明天的华尔街论坛，我们再和各位不见不散。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